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聚集在一起。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没有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又说，他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想我们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呢，是充满了很多的资讯，也充满了很多多元的价值的观念，有时候让我们好像无所适从。不过还好，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跟着神，我们就有生命的方向，人生的道路就是很明显。可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我常常在想，我们到底每天花多少时间跟神亲近？也许我们跟手机亲近的时间更久，我们好像有点离不开手机。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用这样子的态度，让跟我们的神的关系也维持在这样子，每天能够跟他倾心吐意？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有上帝的话，跟我们可以用祷告来跟神相通。那我们在今天祷告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先用敬拜的心来开始今天的祷告会。我专心地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了天顶的白。我专心地敬拜上帝，学了伊荣耀到万世。我专心敬拜伊，我也双手敬拜伊，我要学了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堪的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学了伊。我专心地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了天顶的白。我专心地敬拜上帝，学了伊荣耀到万世。我专心敬拜伊，我要双手敬拜伊，我要学了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堪的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学了伊。我专心敬拜伊，我也双手敬拜伊，我要学了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堪的尊重，我要专心专意学了伊。我要专心专意学了伊。每摆我想起主耶稣的疼，我的心充满感谢，伊的疼温暖我生命，润着我心灵孤单。每摆我想起主耶稣的疼，我的心充满感谢，伊的话刻掉伫我的心，正做我一生的靠岸。伊是光，伊是世间的光棍对伊无固定论，伊是
为得着我命的光。每摆我想起主耶稣的疼，我的心充满感谢。伊的疼温暖我生命，润得我心灵孤单。每摆我想起主耶稣的疼，我的心充满感谢。伊的话刻掉伫我的心，正做我一生的苦患。伊是光，伊是世间的光，阮对伊无固定论。伊是光，伊是世间的光，阮对伊为得着我命的光。伊是光，伊是世间的光，阮对伊无固定论。伊是光，伊是世间的光，阮对伊为得着我命的光，阮对伊为得着我命的光。我心切切幸无你，打扫无罪野生的心，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于你，不茫永远甲你相亲。我要切切找求你，打扫无罪野生的心，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少了你，情愿甲你面对面，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我要永永远远希望你，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少了你，情愿甲你面对面，我心切切希望你，打扫无罪野生的心，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属于你，不茫永远甲你相亲。我要切切找求你，打扫无罪野生的心，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少了你，情愿甲你面对面，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我要永永远远希望你，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少了你，情愿甲你面对面，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
我心单单少了你，亲愿甲你面对面。你的听结随，我心单单少了你，亲愿甲你面对面。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你的听极其奇妙，阮真正恳求圣神的来帮助阮，互阮独独意爱，真心要来信慕甲主你三个彼得。愿你的圣神帮助，互阮今仔日亲近你的时阵，搁一摆享受伫主的听内面真实的安息甲快乐。愿你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最近要来看这段的经文，是伫咧彼得后书3章1到7节。在这个地方，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第3章第1节，我们就会看到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是第2封信。很明确的，就好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我之前写过2封信，那怎么会只有？因为之前2封，后书就第3封了，所以我们跑掉了第2封。哥林多的教会跟他剩2张批，但是彼得所写的书信，在这个所在有2张，所以我们练习一个功课。我常常跟一寡兄弟姊妹分享，有些人可能有一些印象，比方说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再来，对，就是把它全部改成你，就好像我们刚刚在敬拜的中间，自己会有一款的感动。当咱的讲，咱一开始的吟诗拢敬拜他，敬拜伊哈，敬拜他，我们调整一下，变成敬拜你哈。他是世界的光，其实我们都经历到，你是世界的光，是我的光。咱拄仔咧敬拜同妹迄首歌，说让我们切切的，真正是切切信无主，信无你。所以在读圣经的时阵，有一寡兄弟姊妹大家三甲斗阵经验，甲伊成做你，变做咱甲主真直接的一个交谈，所以迄度要变做伊互咱的批吼。他要给我们的书信，给我们的，常常我们说是爸爸给孩子的一封信。所以我们来看彼得后书3章1到7节，1到7节哈，咱开嘴，咱最近出声，最近来读1到7节来。亲爱的，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2封信，在这2封信里，我都提醒你们，激发你们真诚的心。要你们记得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你们要知道，在末世会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他要来临的应许在哪里啊？因为从列祖长年以来，万物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啊。他们故意忘记这事，就是从太古凭上帝的话有了天，并由水而出和借着水而成的地。借着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而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上帝的话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有人讥笑，有人咧笑讲，恁讲伊会过来，会过来，你看，就古早甲即嘛，第3节哈，第4节，就古早甲即嘛，还是一样啊。所以第5节的地方，他还说，你难道忘了曾经我们在大水中被淹没、被消灭吗？现在的天地会存留，是因为有上帝的话语，是因为上帝话讲有就有，然后讲灭无就灭无哈。我们学习，咱嘛要做阵吼，甲台语来读一解。第1站预备来，所听的兄弟啊，
我现在所写予恁的是第2章的批，伫即2章的是要予恁纪念，来点醒恁顺全的心，予恁记得圣的先知参悟的话，以及救主对恁的使徒所命令的。第一，就知的，伫遐个落尾的时日，要有喜乐的人出来，照家己需要来行的。伊记得讲，伊应允过来，打伫打落，因为对列祖困去以来，万项物对起头创造照顾无各样，因为因遐个人故意袂记得的，就是对早有遮个天，各有地对水出，对水来行，拢是对上帝的道。对遮个天地，跟迄时的世间，互水泛滥来灭无。独独现今，遮个天甲地是对即个道肯定来听候许留地无敬虔的人受审判甲灭无的日。所以这边分享几点哈。他说这是第2章信，第2封信，在2封信都提醒同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要点醒我们那真诚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到说，纪念真诚的来纪念救主的命令，顺全纪念主的命令。真诚台语讲顺全啊。那我们都知道，当你很诚心的时候，事实上那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是非常的纯全，非常的单纯哈。你讲安尼出伫心来的时阵，所以踮伫咧学习的过程，常常互人提醒讲吼，当一个牧羊牧者吼，要常常不厌其烦，有的物件都爱讲就讲啊。这个也常常会发现到，有时候吼，我有当时我加较歹势讲啊，讲遐过嘴巴也歹势，就有人会提醒我讲，牧师你都爱搁讲，你无讲哦，真紧就会袂记的吼。有时候会想说，讲那么多了，会不会不太好？但是彼得在这边真清楚讲啊，讲这个主题，我2张批拢咧讲一项，拢咧讲一项。所要面对的就是希望提醒，而不是想说啊，这个不要谈就躲过去了哈。不要提醒过于避讳，激发过于灌输，不是一直要给人家放进去，而是提醒人家那个顺转的心会当起来。来去纪念主的话，在第1点这边在分享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建造者，而且是在使徒跟先知的话语根基上，所以咱拢用圣经，咱看拢是圣经哈。所以真侪代志，当咱咧看圣经的时阵，咱求主帮助咱。翻头来讲，敢若像《申命记》6章提醒我们的，无论在家或出去，躺着或起来啊，我们都要常常常想来念来读上帝话，互伊的话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第2点，这个所在跟大家分享的，为什么他要说2封信，要是来提醒呢？所以第3节一再讲，第一要紧的，就是主要过来，基督再来，伫迄个时代，互人看做是笑话。今仔日嘛是共款啊，常常有人家说，怎么会呢？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看起来不像啊。这个一直是教会历史上面属灵征战的一个主题。其实伊显明到底是人对家己的欲望来看，还是有影要对属灵的焦点来看。所以第3节、第4节开始就要讲这个部分。基督徒个人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征战，到底我们的灵命的情况怎么样？还是满足自己？这边满足的私欲，不只是在说这个肉体，也包括人的思想、意识形态、自我中心等等这个部分。因此，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常说有一种圣经叫做读进去，有一种叫读出来。明天、后天
吴孟汉老师要带我们说如何带查经，他可能应该会讲到这个部分。所有在学习读圣经的人都有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看圣经，我们必须要做圣经，必须要做一个诠释，看看它的那个背景怎么样，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意思把它读出来。读出来意思就是说，上帝借着这个话要跟我们讲什么。但很多时候，我们人有经验了。那有经验了，我们就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这个是在读圣经很有趣也很大的挑战的地方。因此，当我们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同一段经文，2个人、3个人解释不同，感动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那如何学习把那个意义读出来？这个在这个地方，他就提醒我们。在第2点这边，他提醒我们如何让上帝看到上帝的道，跟他像伊用这个做咧吼。因为点咩敢笑的人讲，你看卖，日出日落一年四季运转，拢共款呐，甲1000年前、10000年前拢共款呐。你哪有可能讲主念伊要过来吼？这样有特殊。不过作者在这边提醒我们，万事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并不表示上帝忘了他的应许，就是说他要来做最后的一个审判，耶和华的日子要到。可是为什么都仍然这样呢？我们今天只看到第7节，我们都还记得第10节。彼得后书3章的那个 key words 都是第3章的第10节。第10节我们很多人会背，主日学都已经会背了。那时候第9节他这么说：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愿怎么样？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而愿人人都有机会悔改，所以他才一直宽容。和修本说宽容，有的版本说他延迟的那个日子哈。所以这是彼得后书第3章，彼得后书总共3章，最重要我们常常记得就第3章第9节，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而愿人人都悔改，人人都悔改。所以这是彼得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不要看清了上帝。刚才像做兵的时阵，所谓兄弟做兵拢会记得一句话。不要给你方便，你当随便。有影呢吼，人人性就是这款的，人性会有这款经验。所以上帝给我们方便，有时候我们就当随便。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常常我们也会这样。在我们等一下要代祷中间有一个叫做王义顺弟兄，我会这个是因为在礼拜6晚上接到一个电话，从高雄打来的。有一个年轻人叫思翰，思想翰林的思翰，他读义守大学。读义守大学的时候有参加长青团契，所以他长青团契的辅导，一个牧师按国用卡电话讲，这个年轻人思翰的爸爸在振兴医院拄心脏停去哈，在迄落加护病房，讲看我会当甲因斗关心无？因为是拜6晚，所以咧第2天礼拜日顶礼拜2咱开中秋会嘛，吼。你能够开中间，所以我暗时刷了，我就紧甲这个囡仔联络。原来这个他的爸爸2礼拜前手术绕道，那心脏绕道，我们就说那包括瓣膜拓展，因为瓣膜闭锁不全很严重，心房心室的血掉，所以佮把迄个瓣膜佮佮处理，所以算大多。医生有提到这块的手术了有相当大的比例为迄个心脏会放电导电不全，忽然间会停，但是因会真注意这项，所以礼拜6在加护病嘛，忽然间心脏停所以电击安尼咧讲到这项。好，简单说这几天的过程，所以我有去加护病房去给他看，出来祈祷他。这个思翰有个姐姐，所以他们姐弟2个我去的时候就看看姐弟2个爸。虽然一般探访我们都不会再问到还有谁这个是家庭的代志。不过今天礼拜五，今天早上6点多我去跑步回来的时候，一看有个电话，我就紧卡，因为早上6点到7点半我接不到电话，我出去没有带手机，所以我回来弄个先看一下。
就赶快打，就是这个思翰的姐姐哈，开讲爸爸要受洗哈，爸爸讲，我昨有去甲看，昨我过去有看到伊的太太，因无信吼，我讲这个。当然，他说要受洗，我们不能够怀疑什么，只是说我还需要跟他谈一下。我问讲，恁2个孩子呢？你们自己呢？这个姐姐在17岁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团契同学约所以有去教会有说咧。不过，迄已经是差不多7、8年前的代志啊。这个弟弟现在正在读大学，一所大学，所以我去团契，那也忘了自己到底有没有受洗。我说：“那你们现在就是要学会认真来回应天父上帝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让爸爸受洗？你跟爸爸带爸爸祷告，因为爸爸会阿们，然后你就觉得要带爸爸受洗吗？这我会去跟爸爸谈哈。可是你们呢？这方面讲你在哪里水里丢？那你这几年在哪里聚会？他就对我都没有去啊，没有去教会。我说你礼拜天你们愿不愿意来？啊，你们礼拜天愿不愿意来？”嘟嘟啊，我回来了，一看见我跟弟弟说好了，我们礼拜天9点会去教会。我要澄清的时候，不是用这个做一个条件或什么，不是，是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洗礼以后，领受了恩典以后，是不会记得去。咱台北中会总干事说，进财牧师一直在提醒大家，不要跟着潮流追寻。尤其是年度到了以后，我们就要做教士的统计表，教士长老教会较注重这个教士统计表。大家很注意的就是在过去那一年，我们受洗多少人那个所牧师一直提醒各教会讲，你看看受洗多少人，然后教会增长多少人，他就直接点名一个教会在过去。这3年，15、16、17受洗有200个人，相当多哦。我们教会1年受洗大概才20来，受洗有200个年。会籍迁出安息的大概48个。教会聚会的人数增长3年增长41个。那受洗的人跑去哪里？他说：怎么喂养他们呢？怎么继续带领他们？怎么继续来让信徒的生命成长？不要以为说日出日落，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嘛。上帝的记也不会搞了。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所以第3点，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最近分享的就是对我来讲，上帝忘了吗？他曾经让用大水。事实上，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是因为他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篇9节，我们熟悉的这段话因此，任何人事物在上帝手中都会他来善用。咱若听过上帝用的时候，上帝也欢喜用。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让上帝用，我们就知道上帝怎么用我们。我们要进入一个部门，我们就要知道那个部门会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才能。我的才能可以在这个部门好好发挥。我如果要让上帝用，我就一定要重视他的话，才知道他会怎么用我我才知道我怎么做是跟他同工，而不是跟自己同工。咱常常听到人三甲斗阵讲合则来，不合则，对不？做会来就三甲做，做不来就撤嘛。反正其他地方还可以在一起做。教会绝对要反省这件事。如果在教会里面同工，都会想些，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来这到底呢，是因为上帝。所以如果每个人对上帝的话语更熟悉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合则来，不合则去。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摸清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群体中间。所以咱会讲到人在服侍中间，还是讲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间，咱知影拢有迄个时间性，没有错。但是唯有上帝的话，它是持续的、永恒的，它不管在什么时代都不会改变。所以咱有当下听见证，觉得很好，激励我们。但是我们也持续在这样的见证中彼此扶持。唯有借着上帝的话，我们才做得到。所以在第4点这边再次分享到
这个功课哈，传道书12章第7节，在这边跟我们分享到说，尘土能归于地，像原来一样；气息能归于赐气息的上帝。第4点的第2行、第3行，定来归土来返本，灵魂归伫互伊来的上帝的属性，就纪念创造你的主吼。土归土，尘埃归尘埃。个别礼拜的时阵，咱常常讲一句，但是我拢会加第3句吼：土归伫土，定来归伫定来，灵魂嘛爱倒转去创造伊的上帝遐。所以这是一个通过大自然，互咱看到生命的实况。土归土，定来归伫定来，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灵魂也必须要，它是要归位嘛，它要归位。所以对于这样，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灵性的生命上面下功夫的原因。你说找有路通转去啦，咱常常讲的找有路通转去。这礼拜，若不是家护病房，就是安宁病房吼。咱等下要带到，还有另外一个是信静姐讲信静的阿哥，信静咱知道幸福安静那个哈，信静他儿子叫什么潘奕成叫打不好心奕成，好奕成，他那个信静在他们家庭，他是第一个信主的哦，好，所以先生也想阿袂迄落，所以该也好心，上个月吧，也传来讲，请牧师祷告哈，讲什么代志？因为他牙齿快掉了，他很怕掉的时候很痛，哦，然后我那次很可爱，就一起祷告，那是礼拜六啊，就是我们的圣诞。还了那个礼拜6就对，礼拜6祷告，伊就惊疼呀，喙齿要落就惊疼，所以祷告。我第2天一大早，主日礼拜那天8点哇，我呢就欢喜就按行啊就照礼拜。妈妈讲你要跟牧师讲，要跟牧师讲。我讲什么代志？昨天牙齿掉了。我说怎么样？不会痛。感谢主，我没有痛。咱有经验，咱知影乳齿掉并不是那么痛，但是对一个信仰生命学习过程的追寻者，我们要经历的不是说打针不会痛，牙齿掉不会痛，而是借着主给我们的平安，超越那个疼痛，赢过那个害怕。得胜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得胜的意义在这个地方。信静的姑姑现在在马街安宁病房，那算是他那个。是信静先昨昏打电话讲姑姑要受洗，这对咱来讲，这个感官是边仔的人拢真的心。那我们一定要跟当事者面对面。那昨天因为有聚会，有那个区会，我们要去，我就拜托一个长老，我说那拜托你先去，拜托一个长老，你先去该，不是 interview 啦，去跟他关心给他关心。所以昨天那位长老他就去探访他，又回来就写了一些，让我知道了这个阿哥叫蒋立清，跟我们那个立清的名字一样。我们有一个前青年团契会长，那个叫立清立清跟名字跟一样，蒋立清。再去我拜托牧师娘去甲看因为我再去我今仔日迄落牧师娘去甲看，这个差不多60岁有60通差不多50-60岁他问了一个问题，对，就是。他说：“我受洗不受洗有什么差别？”这个又是更真的是对生命有思考的，不是跟要牙香跟人对摆了，对不？人花这个丫头迄款人，那就表示这个姐妹她真的对生命很慎重、很严肃来看，而且不是无凊彩，无把这款的宗教，无把这个信用动作跟他亲像。迄个凊彩物件，他伊会问这个问题是真讲水的甲无水的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也在这个借着这样的功课检讨反省。我拄甲迄个王姐妹我讲的振兴加护病房是姓王，那个姐弟2个，所以我们就要预备，可能礼拜天要请青年，还有请那个真宗长老我传到第1堂结束，跟他们谈一谈。我在电话中，我就把这个
查某囝讲，我即摆甲你讲的话，你去甲爸爸讲，讲对，水的意思是什么？我说问这姐妹，我说你记得你那时候受洗有上课？她说有上课。那受洗的意义是什么？那忘掉了太久了，忘掉。我说你只要用很简短2句话，受洗就是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而且成为我的主。然后我请他重复一次给我听。我说对，你就是跟爸爸说，牧师说你要受洗，他会预备，但是你要先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受洗就是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是救主又是主。就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不是这样吗？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生命中间有太多的挑战困难，没办法超越的，我们需要救主把我们拉起来，患难中拉起来，困难中给我们开路，这个叫救主。在快溺水的时候把我们扶起来，这个叫救主。但是我们比较喜欢救主，不喜欢主。但是受洗就是要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又成为我的主。主的意思就是我要常常听他的声音，走在他的心意上。他负责一切，但是他也管理我一切。他负责我的一切，但是他也管理掌管我的一切。我就请那个女儿我说你重复给我听。那那表示你真的还记得。我说你等你去给爸爸讲，因为你家有病房我说我时间无法多给你，你跟爸爸讲。同样的，奖励亲姐妹再去问牧师娘的受洗或者不受洗，水礼无水礼有什么差别？虽然伊是已经2年胰脏癌，肺腺还是肺腺，医生就是已经发现讲已经转移到脑所以这时阵手术还是做什么治疗无啥迄款，所以厝内囡仔查某囝有2个查某囝，伊做阿嬷，然后这蒋丽青姐妹已经做阿嬷，所以医生嘛讲可能莫阁互伊其他治疗增加痛苦，所以用安宁的方法。伊就问讲水礼无水礼有什么差别？有差别，就是伫遮对你性命将来的盼望，这是真清楚。但是我们都知道，盼望是跟信心结合在一起的。有信心的人看到盼望，否则的话，明仔载代志什么人看会到，都是因为你有信心。信心不是虚的，不是虚的。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明天为什么有把握？因为从昨天走到今天，我知道我可以从今天，如果上帝怜悯的话，我会从今天走到明天。所以要跟他讲的差别就在这，水礼无水礼差别就在这。你会当真有确信，真有把握，你会当行入去明仔载。那个明天是睡了以后会再醒过来。睡了以后会醒过来，所以这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当咱的四周围的人，咱的亲人，咱的同伴，你问讲我水礼无水礼有什么差别？水礼意义是啥？咱要搁一摆纪念、宣传来纪念主的命令啊！这个就是彼得在这边说的，他会再来，基督会再来，那我们就要把他的救恩牢记在心。以便于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和人有机会来领帮助。所以咱这个时阵要用一点时间来安静，来为自己祈祷。咱望在音乐的中间，咱特别求主帮助咱，咱搁一摆来经验，来甲主交谈。伊毋那敢若救赎。救赎了，佫一直包容下边咱，佫调整咱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真的会偏差。上帝会拯救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让我们有健康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用一点时间，求主再次激发我们真诚的心，常常记得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
这一段，咱请蓝营带咱来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拣选。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用你的爱来包容我们，预定我们将来必然与你相亲。为此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本有你柔美的形象，但是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啊，感谢你，你不轻看我们，你也不离弃我们。只要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你就必然像天父一样欢迎我们回到你的怀抱。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也许我们的信仰的过程曾经离开你，也曾经不冷不热，但是我们知道神你依然在等待着我们。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按着过去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生活，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人生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在我们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盼望。虽然每个人带着不同的卑微，但是神我们在你的里面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并不因为自己的缺乏，在你的面前就失去了价值。我们永远感谢你这样子看待我们。主啊，谢谢你，也让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永远与你相亲，更加的认识你，也更加的接纳我们自己，成为你宝贝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继续为了咱所徛起国家台湾来祈祷，无论是经济，敢若是点咧看生产毛额等等遮，搁较要紧，咱会当重视所有百姓有机会分享，共同分享成果。毋过对伫咱常常咧讲所谓的弱势团体弱势、特殊境遇者，如何来扶持帮助他们？特别是甲环境，要安怎会当共生共荣、共同来促成尽咱做管家的责任。咱特别为了咱徛起的国家台湾来祈祷，开咱的心，开咱的嘴。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踮伫你所听的。阮知这是一个大功课，嘛是一个人类所咧行一个。阮恳求你怜悯看顾，引带阮，互阮会当伫咧这个中间经验的处理。恳求你引带，若干那互阮会当，恳求你特别帮助阮。主，恳求你。咱这段请全会长老带咱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能够让你的救恩临到我们台湾这一块小小的土地，在我们领受到你的恩典，主啊，但是还有很多人并不认识你。特别在我们的执政者、掌权者、各大财团，主啊，求你的救恩也能够临到这些执政掌权者，主你将他们摆在这个重要的位置，相信也有主你的旨意，求你大大的彰显你的全能，感动他们，他们能够成为忠心的管家。求你让他们的意念能够成为你的意念，主啊，保守，让他们能够看见我们国家、社会、百姓的需要，主要让有的能够给没有的，主要让我们富足的能够去供应贫穷的，主要求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也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照顾到
感动，让这群需要的人，他们也能够得到供应。主，你是恩典的主，求你保守，你感动，你能够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愿意因着你的爱，我们不断的在我们身边看到需要的部分，主，我们愿意来给。主要在给的时候，你自己能够彰显你的爱，能够在我们这个地图上。求你保守，让我们的总统、所有的政府官员，他们能够持守公义，持守怜悯。主要让他们所做的任何的判断，能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主要求你保守，让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做决定，让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做执行。主，让我们上下的官员们真正能够在你的公义中来行走，你让他们能够在你的光明中来行走，让他们不是为着私利来竞争，而是能够用合作的心彼此相待。主，你的爱能够在他们中间来运转，来能够让他们能够看见你的爱。主，你的爱能够让他们能够触摸到他们的心。主，我们将我们的执政掌权者完全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有一天，他们能够成为你忠心的管家。主，能够为你来服务我们的人群，也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让我们来影响身边的人。主要让我们自己也能够有清洁的心，也能够追求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生命自己被你改变，也能够去改变我们身边的人，能够让他们因此来认识你。主，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继续啊，特别为着咱教会建堂，咱也有注意到，咱即摆会看到1楼已经灌浆了。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大鹰家是2楼，所以这个会一直起来。不过这中间唔那干那咱去做，还有文书相关勘验会勘，这个甲公部门主管单位的活动，求主引带。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建造上面，我们这边特别写到，再来这1个月左右有5个哈。我们手抄圣经，不知道现在大家抄的怎么样？下礼拜5有个圣经神学研究班青年先修的软生，我们这几年在青年人要去参加圣经神学研究班是6天吼，1个礼拜拢会读圣经，前1个礼拜5，咱们拢会招因规天，甲要给。这届是要读创世纪，所以他们2月2号要把创世纪整个读过一次哈。咱中级的训练，2月初是第1礼拜，后天爱家讲座，1月28，3月3号1日研读圣经哈，1日研经营，咱求主帮助咱伫伊的话顶头搁较扎根哈，根会当搁较稳固。这2天青年团体同工退休会伫个主圣。总共连迄个语文福音，总共按大人囡仔有15个伫遐，所以咱求主啊看顾，互咱伫即部分的去做，所以咱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为着教会建堂建人，咱三甲祈祷。现在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经验到你的听，主求你怜悯保守，特别互阮教会伫起做的时阵。会当得到你看，阮真侪时阵有限，阮需要对上帝话有更较深的明白，互阮踮伫个无论是抄圣经，还是讲伫个读圣经，对上帝你的话会当有深的。咱建堂建人，咱请郭英林长老带咱来祈祷。天父，阮感谢阿罗你。万人事拢有你美好的旨意甲业力，感谢主，你互教育馆的兴建，一步一步，伫遐咧开始建筑。阮看去1楼的地基，甲苏拉姆也已经拢控好，现在。已经进入2楼白梯啊以及房屋，
主，这若毋是你美好的带领甲旨意，阮实在是袂通做甚物。阮特别要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众兄弟姊妹以及兴建遮伊建筑营造厂，互阮拢会通同心合意，伫遐尽心小心来建筑，求安全最要紧，拢无任何的瑕疵伫遐来发生，互即个兴建的工程会当真顺利，继续伫遐来进行。主，阮也要特别恳求来保守这厝边头尾的住户。伫兴建的中间，带来真大的困扰甲麻烦，出入也无方便。愿主你纪念因的疼心，互因伫即个建筑的期间，拢有圣神的引带，天君天使的保护，互因一切生活起居出入，拢会得平安。主，阮也要为着伫要来有这同工的造就会，以及中级的造就青年团契，因也要到伫圣经学院伫遐来进修。求主你来保守、祝福、照顾，互所有的同工知因每一个人的职责甲角色，互因会通尽心、尽性、尽意来服侍，会通得到主你的感纳甲祝福。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两讲是学测，咱以前讲大学联考，如轩甲陈红因今仔日考了，今仔考明仔载还有一讲，咱也特别为因祈祷。即马踮伫个病院的，马街病拢住伫个地位啊，包括陈美景姐，魏阿莲魏阿莲这咱知影，这是迄个百家长老算亲家，杨琴嘛咧入面还住单人病房，小儿单人病房，本来是先顾着，即马换杨琴，杨琴入面都还未出院，她的那个小表妹小白兔呀，讲叫苏恩嘛，今仔日也拉肚子了，也吐了所以这三个小朋友，拢连阿公阿嬷嘛拢去看医生所以咱特别为了这踮伫个台北马街这边家护病房彩虹节，咱唔爱记个袂伊家己拢起来，已经踮咧家护病房已经4礼拜已经4礼拜所以这摆挑战真大。咱特别为彩虹节祈祷，女恩惠兄已经倒转去厝本期兄咧治疗脊椎有几落位咱头前所写的伫个关怀曙光部所写的遮个长辈咱特别关心伫因。拄仔咧讲魏阿莲弟兄伫个病院，所以伊的太太本来是后礼拜要白内障手术，但是因为先生即摆咧病，所以伊即个白内障的手术往后壁延即咱放喺祈祷的中间。所以伫个集体关怀，我后壁特别写即两位，一个是王义顺兄弟，因就是我拄仔讲即对姐弟的爸爸因是讲住伫天武东路星光3月后壁遐咱特别祈祷，特别关心伊即摆家护病房5万，心脏会当稳定。人我第一摆去甲看，伊是无啥物迄落迄工就顶礼拜早起伊会当甲我讲话，我祈祷伊阿面真清楚安尼蒋丽清姐因敢若是住伫淡水淡海迄个方向，淡海迄个方向伊甲查某囝三甲大，所以咱特别为了这个集体，咱献上咱的祈祷，开咱的心，开咱的嘴。是。感谢你，
让通结连伫你，通我得到你主领，恳求你特别来享受福气，追求主啊，伊的关灵干三甲地底，主恳求你看顾伊的主是帮助我。咱这段集体关怀，咱请真真长老带咱来祈祷。亲爱的阿爸，孩子要感谢你，主你带领我们的孩子如轩跟陈红，明天还有一天的考试，主你圣灵的带领保守，让这两个孩子有平静安稳的心，在主你爱的里面，主来乘坐他们的答案。主啊，我们感谢你，圣灵保守，主耶稣，你在整个的考场的当中，主你派天使天兵天将四面护卫着这些孩子们，主让他们所做的、所读的能成为他们的帮助。主啊，医治的主，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主你是医治的源头。主了，我们的一切的生命的气息都在乎于你。主，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美景姐的住院手脚无力，还有阿莲弟兄，他还在昏迷的当中。主，你在他们的当中，主，你对他们的心来说话。主啊，他们虽然没有办法意识不清楚，可是我相信，主你自己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来触动这些弟兄姐妹。主，你在末后的世代那个医治的大能，必要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彰显，特别来安慰陈哥的一家、圣德长老他们一家的孩子们，还有大人们。主，你特别照顾，奉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遮盖一切的病毒，要从他们的当中来退去。主，我们感谢你，也为在台北交护病房的彩凤姐来感谢你。主，在这个4个礼拜的当中，主你自己安稳她的整个的身体状况，那个心脏特别主你自己来安慰，来自己来医治。主，我们谢谢你。还有在那个王义顺弟兄，主让他清楚知道那个救恩是来自于你。主，我们感谢你。还有蒋丽琴姐妹，主那个受洗这个部分是要跟我们你来立约。主，是我们把主你接纳进来，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一生的救助。主，让他清楚知道，你也来恩待我们，用你的爱来四面环绕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主，伸你的手来触摸他们。主，我们要感谢你，他们在祷告中的时候，有声无声的祷告，主你都必来垂听。圣灵，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恩待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也保守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出入平安，一切都蒙主你的带领。主，我们要感谢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伫主的面前，咱用圣诗344首，诚做咱的祈祷，求主耶稣伊来听咱的祈祷。咱也确信，主的确用伊的怜悯甲听，做阵含咱三个圣诗344首，咱吟第一节。求主耶稣愿意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是阮靠你尊名，深深的确证，求主。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给你大补，恳求你相信。阿门。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你听阮恳求的声，阮要恳求圣神帮助阮，一日一日帮助阮，时时刻刻，互阮会当听到圣神你讲袂出的吐气，带领阮为着阮来祈祷，因为你知影上帝心，恳求你继续引带，互阮伫每一日的脚步中间经验着救主耶稣。健康听阮祈祷，陪伴阮向前行一款丰盛的生命。愿你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咱有缘共款，三个互相来代祷。